大家好，又係我小格，歡迎翻到我哋一個模型系列。咁今日我哋要開箱嘅咧係一個 Pokemon Pocket 系列嘅59號麥諾頓。咁啊，今年係 Pokemon 叫30週年啊，咁所以我哋頻道應該未來會有更多同 Pokemon 相關嘅影片會出嚟嘅。咁講翻佢嘅一啲基本資料先啦。呢一隻嘅官方售價係2100 yen， 換翻做港幣即係107.7，係啦。咁而佢嘅發售日期係2025年嘅8月8號，係啦。咁我哋就事不宜遲，即刻嚟睇睇佢嘅一啲內容物啦。好，砌好咗啦，同大家嚟睇睇呢一隻麥諾頓先啦。首先我必須要講嘅呢個系列係真係好容易去砌嘅。我基本上做一個晏晝就砌好咗啦，咁所以話係非常之容易。我哋照慣例睇睇佢嘅可用性先。雖然話呢隻嘢基本上係冇任何嘅可動性，除咗佢嘅一啲手腳可以比較大幅度咁樣去喐動之外，就係得佢頭部可以咁樣左右移動，比較輕微嘅左右移動。當然佢嘅嘴巴係可以打開嘅，咁你可以見到佢嘅一啲內部細節都係非常之豐富嘅，都係有還原到出嚟嘅。咁所以話整體其實可動性都算係還好啦，叫做即都有可動性，唔至於係一啲可動性都冇，咁而整體顏色係以紫色為主啦，咁再加一個淡藍色啦、灰色啦，同埋黃色啦，你去做一個配搭嘅。咁而整體採用咗一個比較流線型嘅設計啊，佢腰嘅部分非常之有一個流線型嘅設計喺度，我個人非常之鍾意，咁亦令到成個嘅造型啦更加女性化啦，咁同時啦，無論係喺眼睛啦、尾巴上面啦，咁都係有體現出一個未來嘅感覺嘅，即係你可以見到，例如係眼睛呢部分啦，有一啲類似機械人咁樣嘅數碼嘅眼睛啦，跟住輪胎呢度有一啲好電子車嘅設計啦，咁後面腳嘅部分變咗一個噴射器啦，尾巴嘅部分都係一個機械式嘅風格啦，成個嘅設計係好未來嘅感覺嘅。咁當然有啲人可能話，咁今次呢一隻嘢貼紙多唔多呢？咁可以同大家講，呢一隻嘢嘅貼紙嘅數量係唔多嘅，甚至可以話係非常之少。基本上整體嘅貼紙都係用於係一啲豐富成個或者還原嗰隻呢隻嘢嘅一啲地方。分別主要都係喺例如係胸嘅位置啦，手臂呢度有少少啦，腳嘅呢度啦，咁尾巴幾乎冇嘅，整體係幾乎係比較少貼紙嘅，
咁而且貼紙嘅質量，我覺得都非常之唔錯，係非常之好嘅。咁尤其是係頭部啦，同埋尾巴嘅透明嘅閃電零件，配咗一個漸變色嘅貼紙之後，我覺得整體係唔錯嘅，係非常之靚，係非常之靚，而且貼咗貼紙上去之後，嗰個整體嘅層次感係多咗，整體嘅細節係豐富咗嘅，亦係有還原到，甚至而家有還原到遊戲裏邊嘅造型同埋細節，係非常之好嘅，係啦。咁當然我會話，如果你有能力嘅朋友仔，你有能力嘅話，咁我會建議你去幫佢配一個金屬漆上去，咁會更加之還原到整體嘅細節，係啦。做翻少少塗裝上去嘅話，會更加好。不過如果冇能力，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嘅話咧，咁我覺得整體嚟講都算 very good 嘅。咁總括而言啦，成隻其實係一隻非常之還原度非常之高嘅一隻模型嚟嘅。無論係整體嘅造型啦，或者係顏色嘅配搭同埋細節啦，我覺得都非常之還原嘅。咁而加上其實價錢真係唔係好貴，比起你買可能高達嗰啲都仲平，而且呢個系列其實都非常之適合小朋友同大人一齊去砌，咁所以我會非常之建議，如果有興趣嘅朋友仔嘅話，就可以去購買啦。咁啊，今集我哋拍住咁多先，我哋下集再見。咁啊，記得訂閱翻我小狗嘅 channel 啦。咁啊，並且記得訂閱咁啦。咁如果有咩問題嘅話咧，咁就喺下面留言區發問。冇嘅話咧，就 follow 翻我 IG，我一陣右上角。咁我哋就下集再見。